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大家敢知影什么是加菜话也是加菜图？有人可能捌听过东洋话，东洋话佮安怎变做加菜话？加菜上早伫台湾号做日本话，后来佮号做东洋话，战后捌是国话的一款，又叫做国话二部，是尾啊才变做加菜话。这款画图的技术真特殊，毋是世界拢有。伊伫台湾的发展，甲日本殖民政策，甲后来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文化政策拢有关系。今日我来讲加菜话，艺术甲政治是啥物关系？有一摆，现仔也细汉的时阵去看展览，伊就问我伊面头前迄幅图是用啥物画？迄时我讲袂出来。看图边啊，足细字的说明，引头写加菜，点啊加，竖定加的加，彩色的彩。我毋知影这是啥物。细汉的时阵，学校会教咱用蜡笔、彩色笔画图，搁较大汉一撮啊，就教用水彩，也是用乌墨水画。大汉了，伫美术馆的时阵，时常看会到油画，毋过加彩是啥物？我毋捌摸过，嘛毋捌看过。伫台湾，应该知影啥物是加彩画的人无侪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毋过事实上，有看过加彩画，也是加彩图的人，毋是遐尼少。真侪人至少捌伫册内底，也是杂志顶头看过单进画的图。伊就是专门用加彩的画家，桂雪湖足出名的图，南家印证画大张鼎伫画家。这幅图看过的人嘛足侪，迄嘛是加彩图。加彩画出来的图，有的是足显目的。现在会去注意到，就是因为迄幅图看起来金金，也个会闪烁，是安怎号做加彩？伫西洋画内底，足古早有两彩。就是用两人做黏剂，甲色料黏伫要画的物件顶头，这叫做两彩。后来就发明油彩，就是甲灯换做油，叫做油彩画，也是油画。加彩画就是甲色料掺加，所以叫做加彩。加彩色料大部分拢是矿物质换做粉的，再搁含动物的骨头也是皮去控出来的加，所以油画是掺油的，水彩是含水的，加彩就是含加的，听起来真合理。毋过大家才罕听到，是因为这个名足新的，是为1983年才甲这款画图的方式号做加彩图。加彩嘛毋是台湾原本就有的技术，是对日本人来的，所以嘛有人讲这是日本画的一种。日本时代美术教育一段时间了，伫1927年的时阵，伫台湾就举办第一摆的台湾美术展览会，或者台展。迄时展览会就有分西洋画部甲东洋画部，会号做东洋画部是伊的范围比日本画搁较大，包括伫台湾大清时代就有的水墨画。头一届的东洋画部，嘛有袂少人是摕水墨画去参加。毋过因为这款水墨画无受到评审的欢迎，原本伫台湾真出名的水墨画家，真侪人拢无入选，所以真紧一两冬后来参加台展东洋画部的作品，就豆豆啊拢变做是画加彩画。其实日本人拄来台湾的时阵，嘛会参加台湾人的诗画会，就是一寡写汉诗、画水墨画的团体，展现讲因日本人嘛会晓汉字，会晓汉诗，嘛要甲台湾的这文人交陪。毋过这款情形真紧都无相共。日本来的美术先生，因伫台湾就教西洋画，
也嘛教日本话，就是教加菜话。本地伫台湾的画家就开始去模仿因，也嘛去学。像李铁舟，伊就去日本学。潘春元，伊嘛改变伊传统画图的方式，改用写生的方式画出来的图，才去参加大展。第一届大展开办了，去画加彩画的人就变侪啊。这有无同的原因，较明显的就是，若画这款日本画，较有机会通入选，这是一项。另外一项就是看过这个加彩画日本画的展览了，有的画家嘛认同这款加彩画的技术，会想要去学。佮再讲，这是实验的结果。拄到这款情形的时，原本伫台湾写字画图的这个职业画家，因要安怎？有的人是完全无爱参加大展，有的人是参加了无入选就放弃啊。也嘛是有后来换去画加彩出名的，像林玉山、潘春元、郭雪湖，因拢本地就捌学过传统画图工艺的人，因换做去画加彩，去参加大展，就互人入选。啊，遐个无要画加彩，想要继续画传统水墨画的画家，因后来嘛学会晓家己去办展览，继续教因的学生啊。只不过规模拢无大，所以到真真正正大展甲后来副展，因伫东洋画报收到的作品，差不多拢总变做加彩画啊。伫日本时代，台湾画家画出来的东洋画嘛真有台湾特色，真侪图内底有金蕉丛，有妈祖庙，有水牛，有台湾的原住民。这甲日本人画的题材是真无共款。是安怎会安尼？一个是台湾画家，若要甲日本人比赛，就爱画有台湾特色，较有机会互人看到。另外嘛会使讲，这个台湾画家是想要透过这款展览的机会，互日本人看到台湾的景致。也嘛会使讲，这个画家对台湾有真深的感情，嘛真熟悉，所以因想要画台湾。这是咱来要画图的人安怎想？为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说，伫殖民的时代，若台湾人画出来拢甲日本人相共，安尼就分袂出殖民国甲殖民地的差别啦。所以台湾画就要有台湾的特色，安尼才会知影统治者甲互人统治的人的文化有啥物无共款。真相共的文化政策伫战后国民政府来了，佮发生一摆，这互真侪伫日本时代去学加彩画的画家，佮变做无机会通发挥。战后大展、副展就改叫做省展，台湾省美术展览会。第一届省展的时阵，是日本时代真出名的加彩画家，像林玉山、郭雪湖、甲陈进，因去参加筹备的，因嘛做评审。毋过美术展览会为日本时代的西洋画报甲东洋画报改做国画、西画甲雕刻这三部门。国画这个词类嘛是这个时阵才伫台湾出现，迄当阵啥物是国画，毋是真清楚的概念，所以第一届省展的时阵，参加国画部的也有袂少人是画加彩画。为迄时开始，日本时代的日本画、东洋画就变叫做国画。毋过东洋画敢是正港的国画，豆豆仔就愈来愈侪人咧讨论。有的人讲这是日本画，毋过日本画嘛是小港真古早就为中国迄边传过，所以算是国画。毋过嘛有人坚持东洋画就是日本画一款，所以袂使算做国画。为迄时阵起，画加彩画的人就愈来愈少啊。1960年的省展，国画部全分做两部，一部是水墨画，第二部是加彩画。对加彩画是日本画有意见的人是愈来愈侪，佮拄着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1973年的省展全完全无国画二部，加彩画就无法度参加。那安尼本地咧画加彩画的人因要安怎？逐个画家的反应嘛无相共，因个人有无共的选择。像本地就画过水墨画的林玉山，
伊就用伊学到的加菜技术，搁换转来画水墨画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做法，就是甲加菜画画甲像西洋画相共，用石膏也是刷石做底，互加菜看起来较粗，较亲像油画，这是另外一款。也嘛有一种画家，像陈进，伊就拢无插别人安怎讲，继续画伊的加菜画，伊也无需要靠画图生活，毋过就足少看会到伊的作品啊。也有人就是继续画加菜画，也去想办法去争取参加省展，像林志祖，伫迄个时阵已经无人去日本留学，嘛无学校开加菜的课，会晓画画家，有的是移民离开台湾啊。所以伫台湾会画加菜的人，会晓画的人是愈来愈少。林志祖为着要互加菜画阁会当继续传承落去，就去争取加菜画会当继续参加美术展览会的机会。加菜画这个名就是伊号的，伊想讲若莫叫做东洋画，若莫叫做日本画，安尼就拢无政治的问题啊。所以伊家己私底下去教学生画图，伊嘛世界宣传加菜画这个名。伫1981年，伊甲林玉山、陈进、柯钦洲、蔡楚如做伙成立台湾加菜画协会。因为林志祖甲遮的加菜画家因拍拼，所以省展停止收加菜画的5冬以后，伫1979年又恢复国画第2部，无几冬就直接按照林志祖的建议，甲改名号做加菜画部。也嘛差不多1980年代的初期，东海大学的美术系成立了，因邀请林志祖去东海开课教加菜画。这互本地敢若伫厝内咧教，私底下咧教的加菜画，变做伫学校内底美术系的课程。除了东海大学以外，北京大学的美术系嘛开始教加菜画。到1990年代，东海美术系因第一届的学生陈慧如、李正辉，因搁去日本学加菜画。毋过即时台湾的加菜画已经甲日本的加菜画真无相共，已经毋是过去殖民地的加菜画。为即个过程会当发现日本殖民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才会政治变化，互台湾的美术发展拢无法度好好传承自由发展。日本时代台湾人为袂晓画加菜画，变做真侪人拢去学加菜画。战后拄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，加菜画受到真侪批评，阁豆豆无去。一直到民主运动开始，加菜画家才阁有机会去学校教学生当然，这背后嘛有经济原因，加菜画成本是较悬，伊材料拢总着进口。迄当阵台湾经济变好，社会运动发展，艺术环境嘛才豆豆改变。为加菜画会当看出政治环境对艺术发展的影响，毋过拄着相共的政策，逐个画家个人的选择嘛无相共。这背后当然有因家己的原因、家己的条件。毋过这个人意志，互伫日本时代水墨画无去，伫战后画加菜画的画家嘛无完全无去。文化政策硬要改变一个社会文化，分出优势甲弱势文化，这款作为是真无公平，嘛真不人道。政治对创作的影响真大，毋过受到政治打压的时，逐个人会有啥物反应，因采取啥物款的行动，嘛袂完全相共。加菜画先讲到这，刷落来我要讲另外一项代志。进前有听友反映讲，我咧讲至山岩绿市新生的时阵，甲国语讲习所讲做是国语学校，真歹势，应该毋若伫即集。我过去拢掠准日本时代的国语讲习所甲国语学校是相共的，其实因是两种完全无共款的学校。国语讲习所是咧教人日语的所在，后来真侪拢变做公学校。日本时代讲的国语学校是咧培养教国语，就是教日语的新生的所在。国语学校嘛是后来的师范学校，所以这是两款无共款的学校。
伫遮特别讲一摆，我嘛会搁伫面册说明。真正因为我无了解，所以伫节目内底加减拢有讲顶打气的所在，真实的真歹势。我今日讲到遮，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也是写批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asyPay 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